來看這個淹水啊，這是東港碼頭啦。這碼頭的水攏溢出來，溢到大路，因為今仔拄好啊，是大流的情形啊。這海水攏倒灌，規個路面攏積水啊。另外所在包括基丁同款海水倒灌入來，嘛是水超過馬路，差不多啊。這個影響會到拜五，所以你若住佇沿海地區的民眾，你都要特別注意咯。海湧是一波接一波，超過維南到羅里。拄着年度天文大漏水，屏東東港的碼頭今仔日出現海水倒激的情形。去年的大潮，它也是這個狀況，但是這個狀況沒那麼明顯。海水水位是一直升起來，甚至佫引起碼頭的辦公室工作人員就趕緊扛水閘。面體頭前共款有積水，這是拄着大漏水就會淹水的東鎮里，佫有一笪出現4腳佇咧積水內底受水。今天差不多腳踝上，差不多7點多開始退。加在當地居民真有經驗，相關的單位趕緊出動抽水設備來排水，積水真緊就退啊。差不多卡巴起來了。車子開過來的時候，它的底盤基本上都會重。共款受到天文大漏水影響的高雄基丁，一透早海水就淹起來，車路真濟所在攏有積水，尤其是較低所在佫較嚴重。啊，較早是無路，伊風台無入來，5、6、7這3個月爾啦，剩咧特別啊。伊嘛是無法度，因為這都地勢的關係。當地共款緊急出動抽水設備，啊那居民嘛講，加在無落雨，若無積水情形，恐驚會佫較嚴重。今年第一波天文的大漏水，為今仔日開始，按算的影響到17拜五，第二波佇咧8月11到15，提醒民眾佇咧大漏水的期間做好防水的準備，嘛注意行路安全。